有錢就可以打橫嚟咩？未必。上世紀末嘅澳門同香港，黑幫活躍，匪徒猖獗，賭場疊碼仔、綁架案、黑幫爭鬥，呢啲事一個接一個。但有趣嘅係，有啲人被押上法庭，有啲人就可以全身而退。比如世紀賊王張子強，1998年喺廣東被捕後被判死刑，而澳門教父崩牙駒則靠住一場自導自演嘅入獄戲保住咗性命。呢個背後嘅故事堪比電影情節。先從崩牙駒嘅名講起，佢原名尹國駒，16歲嗰陣因為一次摩托車事故，牙齒被撞斷咗，大家就同佢起咗呢個花名。佢係澳門14K 黑幫嘅大佬，手下馬仔成千上萬，幾乎壟斷咗澳門嘅疊碼仔生意。所謂疊碼仔，就係喺賭場背後負責拉客、放數，仲要維持秩序嘅服務生。喺當年嘅澳門，一個賭場賺嘅錢40%交稅，40%俾疊碼仔，剩低先入老闆嘅袋。崩牙駒靠住膽大心狠，硬係喺一眾對手入面搶低咗大半澳門嘅疊碼權。可以講嗰陣時嘅佢係喺澳門隻手遮天，連總督都要俾佢面。講到崩牙駒，就不得不提何鴻燊呢位澳門賭王，名氣更大，佢手握多個賭場牌照，喺澳門博彩業嘅實際掌控者。而崩牙駒正係喺何鴻燊手下做疊碼仔起家。後嚟崩牙駒想拍一部自傳電影《濠江風雲》，甚至請嚟咗任達華、方中信咁樣嘅大明星，但因為內容太露骨，直接俾禁播。另一邊，香港嘅張子強真係一個徹頭徹尾嘅狠人，號稱世紀賊王。佢唔搞賭場，專門綁架富豪。1996年，佢綁架咗李嘉誠嘅長子李澤鉅，敲詐咗10.38億港紙。1997年，佢又綁架咗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，攞咗6億贖金。短短2年，佢賺咗16.38億，風頭一時無兩。不過有咗錢嘅張子強做嘅第一件事，竟然係走到澳門賭錢。佢同崩牙駒兩個大人物就咁樣碰上咗。起初佢嘅手氣非常順，唔單止喺崩牙駒嘅賭場贏咗將近1億港紙，仲喺臨走嘅時候故意冷嘲熱諷，吃咗一啲小費俾崩牙駒。呢番行為令崩牙駒十分冇面，於是等到張子強攞住巨款再次行入賭場嘅時候，崩牙駒示意手下玩起咗暗箱操作，令張子強賠到底褲都冇埋，可以從首富李嘉誠手入面搞到錢出嚟。張子強自然唔係蠢笨之人，冇幾耐佢就反應過嚟係俾人喐咗手腳。有咗錢就有咗底氣嘅張子強十分唔服，返到香港後即刻花重金請咗殺手，打算對崩牙駒或者係其家人實施綁架。然而佢最終都係低估咗崩牙駒嘅勢力。要知道當初崩牙駒可以成為澳門屈指一數嘅黑幫大佬，靠嘅唔係一腔熱血，而係手底下嘅14K。因此呢啲殺手一到澳門，仲未實施計劃，就俾崩牙駒嘅手下解決咗。為咗報復張子強，佢仲派馬仔喺張子強嘅住宅中拍咗炸彈，嚇到張子強只好攞出1億港紙，走到澳門同崩牙駒下跪賠禮。嗰陣時嘅崩牙駒亦唔想做得太絕，睇到張子強誠懇嘅道歉後，佢最終亦選擇揭過呢件事。唔好睇崩牙駒如此彪悍，其實佢亦有怕嘅人。崩牙駒唔敢同成龍較量，可以叫張子強下跪，喺霍英東面前亦絲毫唔敢造次。1995年，澳門博彩業迎嚟咗巔峰期，好多人想參與其中，分一杯羹。向華強、向華勝兩兄弟亦唔例外。喺賣低葉漢手入面嘅賭場後，兩人決定要去澳門發展。因為嗰時嘅賭王家族掌握咗大部分賭牌，所以向華強兄弟想要進軍澳門，必須先徵得賭王嘅同意。好在向父同何鴻燊係老朋友，故人之子有事相求，何鴻燊自然願意行個方便。然而就喺向華強等人緊鑼密鼓咁入住澳門，爭奪各個賭場嘅疊碼生意時，崩牙駒跳咗出嚟。畢竟蛋糕就咁大，向華強爭多一啲，崩牙駒得到嘅就少一啲。因此嗰段時間入面，14K 同新義安曾發生多次火拼。雖然崩牙駒係賭王手下嘅人，但佢勢力龐大，早喺一定程度上脫離咗賭王嘅掌控。於是當賭王出面勸和嘅時候，佢認為賭王有意偏袒向家，直接衝入辦公室用槍指住賭王個頭。嗰時嘅崩牙駒極愛囂張，不但只要求賭王俾佢一個滿意嘅解決方案，仲想取而代之成為新一代賭王。
賭王睇形勢對自己不利，只好採用緩兵之計，要求巴牙區俾自己3日時間去解決呢件事。後嚟等巴牙區一離去，佢就向霍英東打咗個求救電話。無論係為咗老友嘅安全，定係為咗港澳地區嘅安寧，霍英東知道呢件事後唔可以坐視不理，於是放低電話後就即刻聯繫咗巴牙區呢邊。巴牙區一聽係霍佬嘅電話，自然唔敢再放肆。過後不但只向賭王道咗歉，甚至態度轉變，表示可以讓出部分地盤。而賭王嗰邊亦做出讓步，將向華強兄弟勸咗返香港。為此有人好奇，連賭王面子都唔俾嘅巴牙區，點解肯聽霍英東嘅話呢？其實巴牙區可以迅速從一個疊碼仔發展成為幫派大佬，背後離唔開霍英東嘅支持，而且佢一向敬佩霍佬嘅為人。霍英東嘅話，佢自然言聽計從。事實證明，巴牙區嘅選擇係啱嘅。如果唔係霍英東嘅建議，恐怕佢嘅墳頭草已經生到3尺咁高。巴牙區呢一世人最感激嘅唔係提攜佢嘅賭王，而係幫佢保命嘅霍英東。1998年5月，巴牙區策劃咗一場假案，叫人炸毀咗警察司司長台車，雖然冇造成人員傷亡，但佢亦因此被捕，最後被判13年監禁。就喺所有人都為梟雄嘅隕落而感到可惜嗰陣，巴牙區本人就十分開心，因為佢終於保住條命仔。呢個一切睇嚟都俾佢繩之於法，實際上係佢為咗躲避更大嘅清算而自投羅網。或者好少人知道，喺港澳回歸後，盤踞兩地嘅勢力亦曾被清算。為咗肅清違法犯罪，有關部門可謂係落咗狠手。世紀悍匪張志強就喺呢個時候被判咗死刑。起初巴牙區亦係惶惶不可終日，直到霍佬同佢出咗個避難嘅意見，佢先保住條命仔。2012年入獄13年嘅巴牙區順利出獄，嗰陣時好多人都以為事過境遷，巴牙區風光不再，諗唔到之後佢嘅一番行為打咗所有圍觀者塊面。巴牙區刑滿出獄之後，辦咗一場宴會，席開100圍台，澳門同香港好多大人物都到場為佢捧場。佢亦高調表示以後淨做正當生意，但江湖地位依然冇人能夠撼動。巴牙區出獄後依然保持住自己嘅影響力，佢曾為母親舉辦80大壽，宴請咗1500名賓客，其中不乏港澳知名人物。雖然過去嘅老對手向華強、梁恩琪都冇人到場，但亦都送咗禮表示尊重。而巴牙區亦借此機會重新結集咗自己嘅人馬，甚至宣布要到籌資10億聚返賭場。但奈何新時代嘅到嚟，已經唔允許佢重操舊業。佢前腳啱做出決定，不料就遭到咗昔日馬仔嘅背刺。當初一手扶持上嚟嘅馬仔史米華，為咗唔俾佢同自己爭生意，俾咗佢3000萬，就同佢斷絕咗聯繫。之後同佢出生入死嘅兄弟水房賴，為咗防止巴牙區同自己爭權，直接聯合眾人將巴牙區阻攔喺利益圈外。眼睇住已經冇咗自己嘅立足之地，巴牙區只好將目光放喺海外，唔單止喺東南亞建立咗安保公司，仲成立咗洪門歷史文化協會。只係啱喺商界駐足，巴牙區一行人冇任何經驗，只可以睇咩熱門就投乜嘢。喺比特幣大熱之際，佢亦發行咗紅幣，之後更係喺短短5分鐘內籌資7.5億，買低咗柏勞嘅牌照。但最後呢啲行業都因為經營不善而放棄咗，最終只保住咗洪門鐘錶同埋洪門啤酒。雖然話賺嘅錢不如當初多，不過退出江湖後，巴牙區嘅心態亦發生咗變化，一心只求安穩度日。所以呢啲行業雖然賺得錢少，但亦足夠佢好好生活啦。